馬竇福音第13章入邊，有一個關於撒種嘅比喻。有人出去撒種，種子落喺唔同嘅地方，有啲好快生出嚟，有啲冇留低喺泥土入邊，亦都有一啲慢慢喺土入邊扎根。教育有時候就好似呢個故事咁。95年前呢度迎來第一批學生，當時佢叫做真源小學，後來成為聖約瑟教區中學第5校。時代喺度變，但係每一日都有人喺度教書學習，將知識不斷咁樣傳落去，就好似嗰啲被撒下嘅種子，唔一定即刻發芽，但會喺時間入邊慢慢長大。95年後回過頭看，我哋先明白嗰啲曾經被種下嘅，其實一直都喺度生長。真源小學離宇出康熙一個橫批，康熙帝咧係跟細個係耶穌會神父教養長大，佢老師係一個耶穌會識得講人，所以傳授咗好多教育嘅知識。佢寫咗本對聯係讚美天主，承認天主係萬物嘅根源。對聯上面個橫批就係萬有真源，真源兩個字係出住嚟嘅。我哋嘅生命嘅來源就係嗰度，萬物因佢而出現，真正嘅原始，萬物嘅原始，真源好有意思㗎，喺教會嘅神學喺晒度㗎啦。我哋嘅信仰嘅核心喺呢度。從萬有真源當中，真源呢個名開始，人們試住去理解世界嘅根源，但現實往往冇咁完整。當時澳門處於資源匱乏、生活艱難嘅年代，學習本身就係一件唔容易嘅事。亦正喺呢啲環境入邊，教育慢慢成為一種力量。教育未必能夠改變一切，但係佢可以喺有限嘅力量當中帶領住人一步一步向前。你點啦？嗱，我講啲環境你聽啦。啲課室咧，嗱，當然嗰邊係2層樓啲舊式嘅洋樓，2層啫嘛。幼稚班就搭啲棚咁樣。你一開咗課室門，我唔知噶嘛。哇！嗰啲蚊，我真係唔係誇張，係咁衝出嚟嘅。嗰啲牆係點咧？邊有而家咁靚啊？佢全部紅毛嚟，黑掹掹嗰啲，出水嘅。你話我環境我冇聊咧，木台木凳，當然就係係啦。有小朋友嘅，佢叫嘅遊樂場啦，有個滑梯，有個壓板，有個千秋喺度，就係都係爛啊，好少維修。壓板係好簡陋嘅，經常夾到小朋友隻手。有嗰個時候咧就比較窮困咯，嗰啲細路仔又多入嚟呢度，咁我哋咧每一日咧都可以每個學生咧有4個包包俾佢，即係嗰啲麵包仔，嗰啲細路仔就最中意噶啦，一睇到嗰啲就衝埋去搶，我哋唔俾你搶，要慢慢輪住嚟咁，都幾辛苦噶。嗰陣時人多啊，係咯，老師又得一個睇齊全班。嗰時未曾有咩噶嘛，呢邊冇咁多學校噶嘛，淨都真源同埋隔離嗰間花地瑪人口多，啲人咧就通常都係出去打工㗎，咁細路仔咧就擁嚟學校噶啦。當教育成為方向嘅同時，亦都成為咗一種希望。好多人都選擇讓孩子走入課室去學習、探索、成長。喺咁樣嘅日子入邊，課室入邊嘅人越嚟越多。而每一堂課都充滿咗期待。學生成日着拖鞋翻學，做完嘢翻嚟再上堂。我收你做咩個人高過我個學生嘅？佢做完嘢翻嚟啊嘛，能夠同你差唔多嘅啫咁。嗰時我18歲。艱難歸艱難，啲家長知道俾啲仔嚟讀書係好重要啦，所以盡量都送佢哋出嚟讀㗎。1年班時爆。最爆係幼稚園，50幾60都嚟，去到個黑板前邊，
好驚人嘅係咪？咁咧住西啦，西到6年班咧就200人咯。我畢業班時都係這樣。咁當時咧1年、1、2年班都係幾墟冚嘅，40下肯定應該。我記得我嗰班咧入去嗰時候係估都估唔到啊，100幾人，一班。咁咧好在咧係捱咗1個月，咁跟住咧就分開咗，又變咗2班，但係2班都有成50幾人咯。50幾人。係啦，嗰時即係好多細路仔，但係我哋唔可以唔收佢喎。係，呢個係一個教師。係要幫助嗰啲窮人家咧，等佢有書讀咯。嚇。隨住更多學生走入課室，學校亦都開始同聖堂緊密連結。當時好多學校由教區主辦，依靠堂校合作建立教育嘅基礎。呢啲唔單止係知識嘅傳遞，更承載咗一種更深嘅使命。正如馬竇福音所說：你們要去，使萬民成為門徒，教導他們遵守我所吩咐的一切。教育唔單止係學科，而係教導仁義、禮智、信德同品格。喺咁樣嘅理念下邊，學校唔單止係學習嘅地方，更成為咗孩子們認識世界、理解價值嘅起點。福音嘅精神，耶穌升天前吩咐的門徒，你哋去教訓天下萬民，因父及子及聖神之名給他們受洗。教訓天下萬民唔係淨教佢哋學要理、學神學嗰啲咁嘅嘢，包括整個學做人。我哋得一個學校，係秉承耶穌嘅遺命去做呢樣嘢。所以我哋冇錯，有間聖堂照顧啲教友嘅信仰生活，但係信仰生活喺邊度嚟嘅咧？喺教育嗰度出嚟。所以係好重視由細培育佢哋。而培育之中咧，唔係只注重自己嘅教友。所有嘅呢一區嘅人，因為佢哋都係天主嘅子女。今日嘅牧靈神學咧係好開放，以前係只顧住牧養我哋自己教民，唔係咁，係整個天主嘅子民。天主民包括晒全世界嘅人，所以係有教無類啦，係咪？天主學校都兼收其他嘅，唔係淨係收自己。教育逐漸喺日常中展開，而喺現實當中，學校靠住有限嘅經費運作，但係喺有限嘅資源底下，老師喺課堂入邊仍然將自己所知道嘅知識一點一點咁傳俾學生。就咁樣，教育亦都喺呢度慢慢延續。學校嘅維持係靠嗰個少少嘅學費。老師嘅薪金係好低好低嘅。頭先嚟嗰陣，老師都話難得仲有一啲人肯繼續咁樣去維持落去係嘛？其實當時咧，好多人有落嚟啦，好多係文人出身，大學畢業。咁佢哋亦都要冇乜技之長，同亦都有咁嘅意願咧，將佢哋學到嘅傳落去，所以就加入嗰個教師陣，就算薪水低，佢哋唔維持到佢，勉強維持佢生活，佢都撐落去啦。如果我將頭先嗰啲情況講俾同學們聽，佢哋以為你講故仔嘅啫，係咪？講笑話都好尷尬，係咪先？佢哋未必接受到或者聽得明，可能仲有好大嘅問號。咁無論點都好啦，能夠有今日咁好嘅機會咧，有咁多嘅可以話係援助啊，係咪？就千祈唔好將佢睇成係理所當然。我應該有，我係澳門市民，我喺呢世上我應該有呢個，唔係應該呢兩個字寫唔出嚟，唔係理所當然。
你何德何能啫？就因為你喺度出生，就係咁多。你做過咩貢獻？你馬上要接受到更多嘅恩惠，要諗呢樣嘢。如果我哋接受咗，係咪我哋要知恩圖報？係咪用我哋嘅努力去奮鬥？係咪？希望有日我哋還報翻社會嘅呢樣嘢係我想講。 95年過去，從真源小學到聖若瑟教區中學第5校，呢一片校園見證咗無數孩子嘅學習，亦都承載咗教師嘅努力同奉獻。今日嘅校園比過去更加豐富，更加完整。但係歷史提醒我哋，環境嘅改善唔係理所當然，身邊嘅一切都值得感恩同珍惜，亦都應該用心回應，讓實事求是、己立立人嘅精神繼續傳承落去。